那世界分明世间的hết đó ở phú gì để ca thiên都係免用字，而phú gì để ca thiên公婆就原人也免用字，係咪啦？思想世界天度上下熱人增高世界又好，兩人好，五人好，要多少問題？還講10人好，唔掂嘛嘅大問題發生。而人班人世界嘅家庭又係順利，兩沙都攞啦。嗱，我要嘅經節講攏總向自己咪聽，一個歌羅西3、18節咁樣講自家啲，攏總做輔助人嘅，順服一個老公，長期家人班人順服上帝嘅命令人，嗱係講自家嘅做嘅輔助人，做嘅老婆係要敬從老公，要順服老公，自家嘅家庭。當然要順利，要得到平安，但係呢，因為思想要提示，未搣到生小事，小事變成無事。但係呢，因為世界要相信人良，世界要相信寫，嗱，這樣人世界做輔助人要遵從一個丈夫，然後一個歌羅西39節樣講到，攏總做丈夫嘅寫一個輔助人。唔好黐錯對呢個輔助人，嗱係講世界公婆老公要遵從老婆，老婆要順服世界嘅丈夫，呢個家庭熱天又到攞到出門，變到咩呢？世界要照上帝嘅命令嚟行，世界照上帝嘅法嚟行，呢個家庭熱天得到平安，得到順利，樣子春順，世界又好。嗱，師傅所書5:33節樣講到，你都向自己妹啊，你公婆啊，各人相信錫老公，錫老婆，老婆錫老公，世界要有耐心，世界要相信人良。嗱，呢個家庭係要忍耐，要忍良，世界照上帝嘅命令嚟行，呢個家庭熱天要快樂，家庭度，世界嘅子女也得到快樂，子孫也得到快樂，祝福大家，阿門。